伫网络发言接受信息，拢爱特别细利用，唔通掠准讲秘伫电脑后面乱铺文，袂有代志。今仔卖个骗人，咱特别请上银来为咱解破讲，伫网络铺假信息会受到虾米处罚？各民众是要安怎来分辨消息的假甲真？是主播。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尚莹。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，就是这网络的消息呢，是真真假假，一个啊武唔对，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甲社会。昨有一个44岁的查某的律师，因为伫咧线顶看到人讲有大官过身去，连咪就去想到咱的监察院的院长陈菊，所以昨下暗7点半呢，伊家己因为好闲，转伫言论平台 PTT 大文来问讲，这陈菊敢是过身去啊？结果这篇文章随一个传过一个。 落尾呢传到高医去，高医是出面来证实是假消息，这唔是事实，而且佮出动警方去查这个大文的作者。经过4点多钟，这警方是来查伊网络的 IP，4点多钟过了，才总算抓到人，而且依法甲伊上班。而且咱特别提醒大家讲，其实这款的大文呢，已经犯到社会特殊维护法63条。 散布谣言影响公共安宁，这呢是会当依法甲这个大文的事主，甲拘留3日，也是罚3万块的。其实咱看这回，这警方呢连面就抓到人，连面就甲办，这主要就是因为讲这个大文的事主呢，伊并无改变线顶 IP 的主旨。那阵今仔日是一个较大层的诈骗事件，安尼这嫌犯甲线顶的 IP 主旨变来变去，就无遐尼好掠。因若这分辨假消息到底是有啥物款的美感咧？咱千万要注意。那阵这信息呢，实在是伤过含糊，而且呢，网址呢是无清无楚，一寡甲事件相关的关键字词，咱拢无看到新闻媒体伫咧报道。安尼甚至呢，也有伊的排版甲图文看起来奇奇怪怪，就是讲遮整一块，遐个搭一块，安尼就真有可能是假的消息。上界明显的就是讲，那阵今仔日这条消息。 已经互查证的网站甲点名去啊，安尼就千万唔通信，嘛唔通黑白传，才袂去帮助犯罪，也来影响到社会。以上就是今仔日卖个骗来的单元，即马甲现场交通后主播。